这个都是活的、啊。哇塞！对啊，金鱼虫。快点好不好？点你吃。洗厝干、松狮虫、买菜惯用上红棒，老做下做料理，好外用版味道虫。今日啊，小人客来做厝，我去请优次酱来做好食嘅料理。提做洗厝干係方言國上5年生嘅黃生賢，也拜啊叫佢同鄉班嘅好朋友請生仔，同下落做下煮菜哦。生仔係提拜來做洗厝干。佢生前愛拿出好種嘅用嘅哦，用佢之前買菜嘅經驗，帶定好朋友鄉下紅絲蟲。一直講話，然後講話很大聲，懂嗎？講話很大聲，然後我說什麼我說什麼，然後你的就是，反正我問完，然後我問完他回答問題，你想再問什麼你就問，然後不要一直跟我問重複的問題。你要去哪你就先問，比如說你要問老闆說，你買的這個東西要多少錢，然後說那個，比如說我們今天要做什麼料理，然後你就說，他如果要用肉的話，你就說用絞肉還是什麼肉比較好，還是怎樣？去那邊再問，你要先，反正你要先想好問題，對不對？生前啊，你講你按到愛注意嘅地方，你自家咪愛先做到咁做的啊。希望你也在做好種嘅，就係老開咯。禮拜兩嘅洗厝干，我用柚子醬做一出像係糖糕排骨嘅料理。嘅按用啊，我是用買奶條嘅菜呢。我覺得我想要先買小排骨，買米酒一大。我們先買便宜的，便宜就差不多就青蔥吧。這有市場，我們進去看看。好啊，走。我們去看一下。老闆，買一根的青蔥。來，那多少錢？給你。我們現在開始拍賣。接下來黑色啊。还没有南瓜，没有南瓜，姜啊，我有姜，要不要姜？这个要怎么挑？怎么挑比较好？这个怎么挑？第一个压的硬硬的，啊，没有烂掉。没有烂掉。啊，这个姜这叫姜头，这样就好了，知道吗？啊，记得这个不能放冰箱啊。面蛋啊，很啲嘅少，用嘅西拉嘅鄉下買菜，我連蔥嘅椒麻、蒜頭都切磨磨。冇想到啊，真行業市場，一下嘅就簽到兩樣咧。唔過啊，但請買野條嘅，一條會買太少磨啊。係講煮唔好，就冇純嘅菜，就做得個煮一擺哦。行家，一條愛料理嘅破排骨，啲愛用哪種用麼？買去小排骨跟洋蔥，米酒的看看，黑毛猪。这边这一家有好剩的豬肉，叔叔，那什麼是黑毛豬？然后你看，它这个会上面毛细孔上面会有一点会有毛。老闆，你們這裡有沒有小排骨？小排骨有，小排骨長什麼樣？这个叫做死排，它就是小排，是最嫩的肉。放在冰箱了。如果你没有马上煮的话，就直接放冷冻库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先帮它穿烫一下。穿烫，这样多少錢？那你300块，謝老闆。拜拜。洋蔥。牛排一定要放冰箱，不放冰箱会干掉。杂七杂八都在賣什麼呢？卖菜啊，卖点水果啊，卖点杂货都有。洋葱有在这里，洋葱在这里。你这里。这个怎么看比较好？好，第一个你看它外观很亮，没有说发霉。第二个你手摸，比较滑，硬的，不是比较滑，硬的。你们还要什么？蔥跟蒜頭。那蒜头你先挑好不好？好，这个，对，这个，硬的才拿。这个，好。他买一个，不要，不行。好，这样就一粒，这样一粒。哎，我这样跳对不对？好，你这样手摸硬的。对，我们摸硬的。对，摸我看好。对，这样手摸硬的就很好，这样的，然后看这边有没有坏掉。哦，对，看这边有没有坏，你跳的都很好。对，这边有没有？很好，这边都很好，这样摸硬的这样可以。好。好地啊，今晡日來買菜嘅義務多，
摊贩条家真有时间天天的讲伊条烤猪肉老抢菜。虽然生早是天一摆来买菜，不过有好状态就会无享用哦。伊条啊，两个要顺势买好菜咧。今晡日啊，还有咱个做洗厝干，要准备出发咯。伊条要系同5年生嘅小朋友，为肉牛同喜送钱，两个发拍嘅细妹，爱去买那条嘅菜呢。东西拿好了吗？拿好了，你不要过来送我书包，你不要过来送我书包。好吧，东西都有带吗？对，快点。啊，那我赶快出去东西好了哦。吗？好了，好吧。袋子轮流拿。好，是个小孩出来了。是个小孩出来了，老师说的。哇，是个小孩。哇，是个小孩出来了，所谓的千元大钞。那你们看看这次1000块要你们买什么？ 3个。柚子酱、柠檬醋、地瓜。啊，好可怕的地瓜哦！挖过地瓜吗？有。你有挖过？我拔过芋头，但没拔过地瓜。就涂在这里，然后拿着那个铲子，然后再挖，然后把土用开，等拿到了。好大！地瓜，拔它，但拔不出来。你还没挖它啊？拔出来了！鸟啊！怎么这个地瓜会动啊？灵异现象！来讲有油啊，是讲做在野出像送钱按太一条嘅番薯，从未以后哦。两位洗厝干也摆爱做嘅是同吃番薯，做出来之前啊，要先到农场去。今晡日是爱去台北阳明山嘅有机农场，也喺农场啊，是港中人兔阿嫂佢到义务行人乡下港中嘅菜园哦。有送伊条两啥，唔好搞到太欢喜咧。是讲人都辛苦港中嘅作物就唔好咯。杜叔叔嗨，你好。们好。叔叔，你们这里有地瓜我吗？们这里有地瓜，我们也有其他农作物哦。等一下我一起带你们介绍看一下，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的金针，对，这是我们金针花。好，所以说金针我们是吃这个，不是吃到花开的，花开的就不能吃了，它只能做欣赏用。有瓢虫有瓢虫，为什么会有瓢虫？那瓢虫你们觉得它是好虫还是坏虫？好虫。好虫为什么？因为可以吃掉蚜虫。对，因为我们金针会长很多的蚜虫，那它会来帮我们把一些蚜虫吃掉。哦，你看这边又有一只瓢虫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你看到咯，旁边有更小的是什么？蚜虫。哦，是很多的蚜虫，对不对？那瓢虫就会去吃这个蚜虫，有很多吧？嘿，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有机农场，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生物链，来，包括你头发这边也都是有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所谓的一物克一物。兔阿嫂啊，为了解俺都嘅菜虫好门，咪系建做建好嘅哦。头摆啊，兔阿嫂系做苗一嘅条路，但日都当无闲，无时间留我行人做盘，故所掌稳条路嘅，拿去胶笔做港中人。而到一下就日日晚上港中人嘅家拿服，也喺菜园度啊，还有当多兔阿嫂做港中人过后好多嘅好门哦。而到啊，爱好好天气好咯。叔叔，为什么只采叶子不采土呢？好，其实呢，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叶子呢翻腾已经翻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地瓜现在是长在上面，所以我们就不去采上面的地瓜了。地瓜在哪里？你们有看得到了吗？对，其实我们可以陆续看得到了哈。地瓜长在这边，它的根从这边进去，那这一定有地瓜，所以我们用我们的双手去挖，来摸摸看，来，你看这边就有，来这一条。有没有？先找出来它是从哪里来的。好，那沿路下去一定有地瓜。知道了。对，这个还不是，这个太小了，用力挖。挖不到。找到了。挖到了。这里。对。好。有没有像一只小老鼠，对不对？你看它还有尾巴，是不是？也可以做那个马铃薯老鼠了。对。那叔叔，嗨。那用铲子挖不行啊？可以啊，我们最后全部要采收的时候，我们才会用铲子挖。哎，那时候我们就用类似猪耙子的东西来挖了。好大！我靠，好大！哇塞，好大哦！
哇，啊，手给过来。小心手。好大。哦，最大的。哎呦，好大。根本日啊，洗厝干爱叶嘅番薯，有啲无共用哦。食老馅都当像马铃薯，其实啊，也品种系台农57号嘅番薯。古话所讲，用名山嘅奶质当呛力，古手记得我下做嘅番薯皮嘅色会较拍，个因为啊，也为系较硬嘅奶肉。番薯第三个时节较困难，古手长度会圆圆皮皮嘅。老平常时看到上到长长的番薯无共用哦。收多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我拿8个。9个。谁在偷懒？他在偷懒。我哪有？可是珍珍还有发现动物哎。有啊。可是你都不敢。螳螂。我不敢碰。看螳螂多帅啊！有同上进爱做嘅料理，番薯嘅部分，家下啊，佢哋啲用名山农程度也多咯。含存2种有味酱、柠檬汁，佢哋啊，没有啲有机松点度，100买到咧。虽然一开始谈到爱留下有味酱、柠檬汁会强下，像意奇怪呢。不过啊，只要调到度好，这2种东西就会变做当炒饭嘅同吃酱哦。什么啊，买好嘅爱料理嘅食材，也下是存量嘅洗来嘅生芡同生炸，佢哋啊，未强用爱用优次酱来做料理。不过佢哋是爱到台北内湖嘅农场度，自家亲身做出酸甜嘅优次酱。来了，哇，好凉哦！这里好，叔叔，你好，你好，买柚醋酱，柚醋酱有啊，我们有分大瓶、小瓶啊，小瓶大约是250，大瓶可能要500块以上。啊，是。可是我们剩100多块，100多块啊？对，怎么会？也没有关系啦，如果剩下100多块，我刚好在这边做事，你帮我个忙，对不对？像在打工，然后我给你零用。那叔叔你在忙什么？哦，现在因为草莓刚好要种植的时候，所以说我现在在弄一些草莓的培养土，准备种草莓。这个是有机的泥炭土，所以它那个透氧度都很好，种起草莓来也特别漂亮。那个农夫叔叔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要换？因为你用了1年的土，你不管是肥料也好啦，土壤里面的它已经变成太紧了，太硬了。所以必须弄来翻土，让它松一松，然后施点肥。你直接这样剥的差不多，再用搅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这个泥土上很干净，所以都没有关系，直接用这个剥也可以哈。那剥的差不多，我们再把它翻起来，这样会更快哈。对，这样剥过来。哎，我看到积木虫了，哪里？这里。积木虫。哦，你看我说有没有蚯蚓？有哎。我看，哎，这里有一只积木虫，这里积木虫还活着，看这种。很多啊，这个都是活的。哇塞！积木，哎，来了，积木虫。那个。蚯蚓，我要积木虫，抓蚯蚓啊，蚯蚓。那农夫叔叔，这个里面有蚯蚓虫和蚯蚓的话，不会伤害到那个草莓吗？不会，因为它们在土壤里面算是益虫，因为蚯蚓它本身它在里面钻的话，反而会松土，制造那个土壤的养分，所以它是算益虫，所以我们看到它不要伤害它。生芡同生炸，看到空丁奶度嘅虫诶，比好草莓还较认真呢。不过啊，伊就根本伊唔系来听树做虫嘅哦，管家老精神转到树红嘅条路，行家天时悄悄嘅变凉咧，迄草莓开始生嘅季节，迄个树脚太慢，草莓就冇办法生出又大又红嘅果子咧。第二条啊，老爷条草莓种到熟悉嘅奶度，就做得来做柚子酱咯。那阿姨这个要怎么做？就柚子酱是不是？好，我们要先那个刮柚子的皮，刮一些柚子的皮哈，它比较香。我们要剥那个柚子的肉出来做柚子酱哈。呀，阿姨，这个柚子可以做一罐酱吗？可以，你看那罐酱的大小哈，所以说做一罐没问题。
没有像刚刚那么酸。对。生甜呐，唔好见识啦，我唔拿做油翅酱哦，把好嘅油盐肉，还有一个工人王阿姨做嘅果汁，天天嘅煮到牛牛，就做好金本义料理要用嘅油翅酱咯。寄出来看呐，金本义仲有邱师傅老两做西厨干，要用油翅酱做出乜嘅好食嘅料理呢？啊，弟弟，你这一组是做什么呢？有醋酱烧排骨。啊，妹妹你那篇做嘛干哦？糖醋地瓜。哦，好厉害嘞！那现在我们要先做什么呢？有醋酱。先烧排骨。我们先烧排骨，不，这个排骨先把它腌，好不好？哎，要用些什么腌料呢？好，太白粉。蒜头、蒜的那个姜。要怎么切啊？老姜。啊，然后呢？我们再加一点点的米酒，把那个肉的腥味把它去掉。要加多少？一点点就好了，你不要整瓶倒进去，那就是不是腌了。好，把它抓一抓好吗？来，学着抓，抓，对，抓，你就手工抓啦。就是这样大胆的抓下去就好了。抓就对了。把它放在这边，比较好抓，好不好？比较大的本子。等一下我再抓。一只手抓就可以了，不用到2只手。这只手扶到这个本子，对，哎，哦，好厉害的，好有架势哦。这个要抓多久？让它均匀就好了，然后就放在旁边，让它慢慢的渗透进去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那我们就过来这边吧。这个是要做地瓜糖醋地瓜的嘛，对不对？一定要，这地瓜也是你们去挖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这个把它去皮，好不好？削在这里边。削好之后放在水里边泡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这个有，马上你看你一刀口一出来，它就马上就有这个它的泥汁那个汁就跑出来了，所以它等一下会黑掉。所以说你把它这样削皮削好之后就放到里边，好，来，你把它清得干干净净，它会觉得很高兴。感觉上好不好玩？好玩。那回去会不会跟妈妈讲说，我也可以帮你，可以吗？但我不会削这个，我只会削水果。这个切这个你要小心哦，因为这有点滑滑的，你要一定要拿住，把它这样切下去，好不好？好。小太皮嘅番薯，我有5点係正常嘅哦，因為啊番薯有澱粉。遇到空氣就會溶化咧，不過澱粉也到嘅番薯食起來袂特別爽。落鍋之前啊，還要記得天初要出啲水分，希望啊一邊嘅油鍋就會本油吸到微微滾咧。就用筷子把它乖乖的慢慢的放下去，好不好？好。一起用，你拿一个。拿，小心哦，不要用丢的哦。好。婆婆，那炸多久才会？差不多10分钟。10分钟。那婆婆油更热会不会更快好？哦，马上就焦掉了，不是熟，是把它是焦掉了。等一下太苦，你就不敢吃了啊。所以说不能用投篮的，就是要轻轻放的啊。你看，这样轻轻放。好，然后我们这边这个我们现在要先炸排骨了啊。炸排骨也是一样，你们要用筷子夹还是用手？筷子。好。婆婆，那这些肉要炸多少油才够？一般来讲的话，我们的肉看多厚，它的厚度你要让它的厚度高一点点，这样子它才会浮起来。把它放进去。小心哦。那婆婆，你怎么知道这个肉煮一煮什么时候要转小火？因为我们放下去的时候，要让它先把面收起来，才不会粘住，跟一块一块才不会粘住。所以说我们弄好之后，那个就要让它熟，所以就要把火转小一点，让它慢慢炸。不然的话，一样这么大火继续炸的话，它就很容易烧焦。完成較困難嘅破排骨，炸下來就真輕鬆咯。
最爱留剩下嘅菜都切做一块块的，沙地搁用蒜头、姜麻煸香，搁加葱头向下炒，再加无香用嘅香味。不过要记得咯，唔好留葱头炒到跳软呢，要保留一丝丝的脆脆的口感。好，我们先把它拿起来，炒到这样子啊，香气出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烧排骨，好不好？耶！然后把我们的鱼放进去，全部加吗？哎，对，加上去。来，给你拌一拌，好不好？啊，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了呢？柚子的味道跑出来了啊！好，就这样子了，我们就把它倒进去了啊。婆婆，为什么最后才放洋葱那些料？因为我们洋葱刚刚已经炒过了，已经熟了。因为我们这排骨虽然颜色很漂亮，但是它有点带黑，我们就拌点那个白色下去。地瓜炸的怎么样了？婆婆，那这样子就好了。最主要要有熟。你看，我们这筷子过去，它就已经完全可以穿透了。我们要吃它有没有熟，因为如果没熟的话，我们的筷子就穿不过去。啊，这是最简单的方式。这样。那现在可以吃吗？可以吃的。地瓜也炸好了，我们还少做一道动作，还记得吗？柚子酱还没调，对不对？对。2汤匙哦。哦，你这样差不多就等于2汤匙。好，然后加醋啊，把醋加上去。好，让它稍微甜一点，对不对？好。哇，甜味万岁！好。哎呦，好细心啊！还有结块的哦。快点，好不好？给你吃。好，那我们试试看好不好？来。哦，闻起来好香，一下锅就香味就来了啊，柚子的味道就跑出来了。来，干嘛？把它放进来。那个掉了。然后把洋葱跟青椒放上去。2个同时放可以。松筋同柚油煮的同吃番薯，含做得加无香色的青菜，本期看起来很较丰富哦。不过要记得啊，青菜听说要先炒熟，才做得老番薯不用向下煮哦。先吃这边，因为比较凉，那太烫哦。好吃吗，婆婆？好棒。哇，我这边吃过最好吃的。你们做的好。金皮料理。对。有没有很好吃？真的哈。赞。太爽了。哦不，我们还知道吃慢的。OK。来，你也吃吃看，你自己现在比较凉了，可以吃吃看的。你刚刚是热蛋吗？看看地瓜的味道。好吃。为什么那么硬？因为刚刚切菜切太久，在里面是软的，炸的比较焦的，表皮比较硬的哈，好吃。地瓜很甜。地瓜很甜。还有呢，柚子酱的味道吃得到吗？知道。吃得到。你们很香。感觉2道都很香，都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对。2个都100，我们都100，2个都100。是要把排骨整个放进去。我们在做酱 ，OK？来，我们。